初離子說，大王還誇那嬴稷說的有道理。啊，甘大夫讓奴婢告訴王后，不必过於擔心。就算那嬴稷的話正對了大王的心思，並不代表此事可行。蜀道艱難，金湯地險，要不然這麼多年來，秦楚兩國虎視眈眈，卻奈何不了巴蜀，就是這個原因。此番巴蜀相爭，巴國主動邀請秦國入蜀，的確是個攻蜀的千載難逢之好機會。儘管有巴人引路，走得通走不通還是個疑問，說不定大王就會知難而退。王后，你又頭疼了？去，给我冲一碗牙蜜水来。是。长子，我这次专程来你這兒，就是想問問你，你是否真的以為，假若我大秦攻巴蜀，弊大於利？羋月，你怎麼也說這種糊塗話呢？嗯？巴蜀一直是秦楚兩國的必爭之地，可是蜀國跟楚國交好，一旦滅了巴國，楚人就能借漢中而入巴蜀，對秦形成威脅。反之，秦國若能利用巴察兩國之求援，引兵入巴蜀，以巴蜀之富庶，定能成為秦國之糧倉。那樣秦國的關中、漢中、巴蜀就能連成一大片了。長子好見解。但是別忘了，蜀道崎嶇，難似登天呢。長子，蜀王最喜歡什麼？蜀王貪財，可無補於事。你該不會真以為他接了我們的財物，就能把江山拱手送給我們？有隙可乘，總好過無懈可擊。長子真的贊同伐蜀？是，大王。楚若得蜀，可以壓秦；秦若得蜀，可以伐楚。有朝一日，大王若能將楚國納入囊中，這天下就得了一半了。可你當初，我當初，當初，張儀太過看重個人榮辱恩怨了。我與那公孫衍不共戴天，總想除之而後快。再加上蜀道之艱難，讓微臣又找着了一個畏而卻步的借口。眼下恩怨仍在，蜀道仍難，張子卻變了。張儀私心再重，他也重不過大秦的江山社稷。況且微臣已經找到了將蜀道變得容易的計謀了。何計？老子曾曰：“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要得蜀國，大王必先給予之。”給予？給予什麼？那蜀王貪財，大王可先給予他財物啊。怎麼給予？大王是否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啊？晉國的智伯欲伐仇由國，可是仇由國山高路險，於是智伯就命人鑄造了2口大鐘，再以廣車贈與仇由國。這仇由國想將這2口大鐘搬運回自己的宗廟，於是只能派人移山填水，專門修建了一條大路。好計，好計！張子不愧為寡人的智囊。把穆監給我叫來。是。大王是否想知道實情啊？有何實情？這騙蜀王如何過蜀道的主意出自張儀，但大王還當酬謝一個人。那是何人？芈八子。是芈八子曉以大義，點通了微臣的心智。芈月，說來慚愧啊，張儀身為國相，有時竟然不如大王身邊之女子。芈月並非尋常女子，這話寡人早在心頭已經說過。可惜，
他不是男人。大王，唤老奴何事？急宣处理及甘茂、司马错到宣师殿议政。是。丞相。听说前几日芈月和大王闹了口诀，再也不肯去承明殿了。大王心中唯有他一人，他越是不肯去，大王是越割舍不下。哟，唐夫人、魏良人、八子，这几日我和唐夫人为了这池塘的事情绞盡腦汁，實在技窮，才請你出山。這池塘如果開在這兒，傍山依樹，小徑通幽，十分雅致。可我擔心把蓮荷種到這兒會枯萎，這可怎麼辦？荷花喜光，貪戀日曬，極不耐陰。池塘開在山背，平時日照時間就短，是難了些。不過，這池塘雖在山背，但這小山走向本來就是東高西低，可將這邊的樹木伐掉些，讓早晨的日光照到池塘，蓮荷必可受益。把這邊的樹木伐掉，豈不顯得殘缺破敗？哎呀，我正為了這山坡景致過於荒涼而發愁呢。不如借機修一條小徑盤上山坡，再在山坡上修一處涼亭。這上有涼亭，下有荷塘，還多了一景。太好了，可謂一箭雙雕呢。大王，园子裡景色撩人，大王要不要出去散散心呢？不去了，那园子陈年舊景，沒什麼情趣。魏良人、唐夫人還有芈八子，正商量着鑿山開渠，引水建亭呢。寡人還是出去走走吧。大王這是要去？你不是說園子裡的風景不錯嗎？是。你們幾個在這兒打個樁子，做個標記，一會兒再去山坡上做個標記。八子。